我哋其實喺學校嘅天台咧，我哋啲紅天嘅種子，佢哋係想個天宮稍為即係有啲叫失重嘅狀態之下有少少轉變。我哋甚至咧有對比嘅實驗，俾學生睇到，原來太空嘅種子咧有啲咩唔同，就真係咧佢哋會感受天宮嘅使用唔係淨係做一個實驗。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教育建言。我係香港教育大學校長李子健。咁我哋今日咧好開心同榮幸咧邀請到我哋立法會選委會嘅界別嘅議員，亦都係培僑中學校長伍煥傑校長，伍煥傑先生。因為好多朋友都認識你嘅，但係我諗教育界以外嘅朋友趁呢個機會咧，因為你係本身都係培僑畢業嘅，不如講講點解可以由培僑畢業一路到最後，我哋今日做校長咧咁。好啊，好感恩。其實即係我自己咧係培僑畢業生啦，所以我咧就由大學嘅一位創科即係技術轉移中心嘅工作人員咧，就轉到去翻去自己母校去進行咧，即係由基層老師做起，係啦。咁所以即係呢個我諗都係機緣巧合，但係咧亦都係好感恩啦，因為即係希望可以報效母校啦。因為事實上培僑咧都俾咗好多機會我去成長。咁你能夠有咁好嘅承傳，我先請教其實培僑中學佢嘅傳統嘅特色係咩咧？咁我諗培僑咧，我哋好注重一樣嘢，就係我哋講傳統嘅愛國學校。所以咧，即係培養學生嘅家國情懷咧，一路都係培僑咧好堅守嘅一個教育嘅理念嘅底色。咁同一樣嘢咧，我哋都係希望咧發展創新。即係我哋覺得咧，即係對於年輕人嘅培養咧，亦都不能夠咧，即係依照太傳統。咁所以咧，因應唔同嘅時代啦，咁因應唔同嘅國家嘅需要啦，咁我哋都要向學生咧係培養咧一啲嘅最新嘅能力，以應變咧或者係以可以應對咧成個未來嘅挑戰。咁我哋成日都講啦，培才思報國，咁呢個亦都係我哋一個辦學咧非常之重要嘅一個理念，即係希望咧佢哋培養家國情懷嘅同時，亦都能夠有報效祖國嘅一個咁嘅志向。2026年6月份，我哋都好開心咧，係見到香港首位嘅航天員黎嘉瑩博士咧，正在而家喺太空咧係執行咗神舟23號嘅任務，期望好快會展開一個天地嘅對話，亦都咧係同我哋香港各界朋友或者我哋嘅同學咧有機會咧係進一步咧交流同埋學習。佢有一兩次都提到咧，其實佢引發佢成為太空人咧，佢就係我哋楊利偉先生嘅。即係我哋中國嘅第一位首位航天員。首位航天員點解要提呢個問題？佢嚟過培僑，我記得我都記得你哋有特別嘅，好似有棵樹，係咪有棵樹同埋好似有特別嘅嘢？呢方面可以介紹下咧。好啊，其實我諗培僑亦都係真係好榮幸啦，即係喺國家嘅大力支持之下，首位航天員咧楊利偉先生，佢嚟到佢係應該10月份15號係升空嘅，11月4號嚟到培僑中學嘅校園。咁咧，我當然啦，我哋廣邀香港教育界嘅朋友啦、師生代表咧嚟到校園，你一齊聆聽我哋楊利偉當時係少將為大家進行一個即係一個航天嘅精神嘅講課。咁呢個講課之後咧，我哋梗係邀請佢要留低一啲種子啦，所以我哋咧就喺學校園咧種咗一棵我叫太空英雄樹。叫太空英雄樹。係啊，2003年11月種嘅太空英雄樹咧，到而家已經係茁壯成長成一個參天嘅大樹。係啊，所以咧，其實呢棵樹亦都係咧，引領住我哋成個培僑嘅師生咧，即係一路喺太空嘅課程上面去進行發展，去進行探索，以至咧我哋不斷咧，後期我哋有天宮嘅時候咧，我哋都係繼續每一節嘅天宮課動，我哋都參與㗎。係啊，所以咧當時咧我哋咧喺2023年咧，亦都係陳東宇航員咧上天宮嘅時候。佢組織一個活動，帶住我啲夢想上天宮。我哋組織個學生去寫信俾陳東，亦都獲得陳東嘅回信。係啦，咁所以其實即係令到同學們咧，即係好即係覺得即係好有榮耀啦。亦都今次咧，我哋有4位學生亦都咧去到酒泉嘅現場啦，去目送係啦，我哋嘅黎嘉瑩博士咧，即係正式奔赴我哋嘅天宮咧，就成為我哋第一位咧香港人嘅一個在學專家。咁所以我諗呢啲咁樣嘅活動啦、體驗，令到佢哋真係參與好多。咁嗰4位同學翻到嚟有冇分享？其實上的呢4位小朋友咧，特別係都因為今次選嘅都係理科相關嘅同學，所以佢哋咧嗰種震撼感咧，令到佢咧即係甚至佢哋覺得立志將來咧，我讀好我個理科，有機會將來我會唔會下一個黎嘉瑩咧？係嘛？咁所以我諗呢個先至正正係教育嘅重大意義，一個親身嘅體驗，以至於佢哋立志
向呢方面去進行發展。嗱，我知道咧，培僑中學亦都係中國嘅宇航學會好難得喺香港聯合共建嘅首批全國嘅航天特色學校之一。喺呢方面其實對學校發展有咩重要意義咧，校長？嗱，呢個更加重要就係頭先講嘅，就係話其實同宇航學會嘅合作咧，令到佢哋咧俾咗好多喺航天相關嘅資源俾我哋，包括咧我哋其實喺學校嘅天台咧，我哋啲航天嘅種子。係啊，啲種子真係啲菜嘅種子咧，佢哋係上個天宮稍為即係有啲叫失重嘅狀態之下，有少少轉變，落到嚟種落去睇下有冇機會有啲唔同嘅效果。攞到呢啲種子。係啦，咁所以學校咧，其實我哋一啲平時我哋種開嘅，我哋甚至咧有對比嘅實驗，俾學生睇到，哦原來太空嘅種子咧有啲咩唔同，感覺有咩唔同，食落去嘅口味有咩唔同。咁啲學生咧就真係咧佢哋會感受哦，天宮嘅使用唔係淨係做一個實驗。其實我哋喺我哋生活上面方面都可以應用到。咁另一個佢當然啦，佢哋都咧自送一啲嘅火箭嘅模型啊，甚至係啲太空嘅即係太空我哋個航天員嗰套衫啦，俾學生真係親身地咧就係不斷去可以觸摸啊，可以感受啊，咁啊吸引佢哋喺呢方面嘅興趣。咁啊當然啦，我哋亦都咧透過呢啲聯繫啦，我哋係容易組織我哋學生咧，譬如去到航天五院，佢哋啲即係啲唔同嘅我哋叫博物館啦，去進行一啲參觀啊，甚至有機會同航天員近距離嘅接觸啊，咁呢個就係正正特色嘅資源嚟㗎啦，係啦。咁呢個都可以咁講係學校而家一路發展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品牌，可唔可以講你啦？係啊。咁啊翻嚟咧，我哋即係翻嚟培僑中學。咁嗱，培僑中學喺我哋同國家連結都創造咗好多嘅即係美好嘅圖像同歷史嘅。其中一個我印象深刻咧，就係同學寫俾習主席習近平主席咧，亦都有好難得有個回信。我記得咧印象深刻就係當時咧疫情之中咧，其實大家咧即係喺2022年咧啱啱就慶咗香港回歸25週年。喺咁艱難嘅時候咧，習主席咧就嚟到香港。咁所以咧，亦都係咧喺7·1回歸當日咧，就向大家咧即係發言，鼓勵大家，特別鼓勵青年學生點樣學習，面對呢個疫情，面對呢個挑戰，點樣可以堅守自己嘅初心，繼續努力。咁我哋當時組織咗全校嘅師生啦，就去學習聆聽。咁所以23年嘅時候咧，我哋就喺度諗，我哋通常咧即係有學習，最後尾一定會有所行動，最後尾亦都有所反思。咁喺嗰一年咧，我哋亦都咧參與咗咧，包括譬如同航天員嘅對話，我哋即係嗰時寫信啦，俾陳東啦，得到回信啦。嗰年咧，亦都係咧個期間，亦都參與咗咧在行志願軍烈士為係迎會嘅儀式第9批。當時係國之重器運20運翻嚟，所以我哋當時咧亦都喺疫情之中，我哋派出2位學生去到瀋陽嘅現場參與。咁所以咧，我哋即係喺回顧即係主席對年輕學生嘅勸勉、勉勵嘅呢個講話之後咧，我哋做咗啲嘢。我哋就喺度總結嘅時候，我哋諗啦，咦，我哋寫報告同學生教導完之後，係咪就完咗咧？我哋既然寫信俾宇航員可以有回信，不如試下寫俾主席啊，因為我哋學習主席嘅講話啊嘛。所以當時咧，大家就一齊諗啦。咁就咁啱就係都係嗰屆嘅中4嘅學生，佢哋參與得比較多。2個重大嘅活動，咁所以就由佢哋咧去執筆，係啦，咁就開始寫呢封信。咁啊寫封信咁啊俾主席，咁有時都好感恩啦，即係主席都見到香港年輕人嘅參與啦，投入嚇，係啊，即係有愛國情懷，都對關心國家，亦都關心主席嘅訓勉嚇呢啲咁好難得嘅。咁所以主席最後尾都係去回信，係第一段咧主要都係講見到學生嘅參與，見到學生嘅家國情懷，佢覺得佢好欣慰。第二樣嘢當然啦，亦都借住呢封信，我記得當年嘅9月份咧，就係咧所有高中學生都需要閱讀下，睇下呢個回信嘅背後嘅價值係咩。同埋當時咧，亦都係嗰個公民社會發展科咧，高中學生必須翻內地去進行研學。所以咧，佢回信嘅第2段咧，亦都希望勸勉所有學生咧，讀萬卷書同行萬里路要相結合。所以其實成個有個故事嘅脈絡喺度嘅。因為唔係純粹一封信，而係信嘅過程裏面，其實都有好多同學嘅參與嘅，唔純粹係停留咗喺種情感上邊，亦都化為一啲嘅行動，實際上體驗式嘅學習，再有一啲嘅心得咧，再同呢個主席咧請教咧，同埋咧寫一封信。咁而主席亦都好難得咧，係百忙之中亦都有個勉勵，即係啟示到我哋成個香港教育界嘅進一步啟示。即係香港咁有咁多咁優質嘅大學喺度，事實上好多人都好願意咧，即係嚟到香港讀書。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嘅即係香港 DSE 咧，點樣形成一個國際性嘅考試？而家其實我哋都適當調整緊啦。